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夜馬強心針。今日係6月23號，嚟緊帶俾大家兩場6月24號精選嘅 tips，咁就係跑馬地9場草地啦 A 跑道嘅賽事。咁啊睇 tips 之前呢，就睇一睇我哋上次俾嘅 tips 嘅結果先啦，交俾你啊，強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咁我哋睇翻上次嘅精選 tips 先啦。首先第一場精選係第二場，我哋 tip 嘅係8號、4號、9號、2號、13號。咁結果跑翻嚟係2號、9號、12號、11號。咁我哋有條 Q 嘅。另一場精選係第五場，咁我哋 tip 係2號、3號、12號、4號、11號。咁結果跑出嚟係3號、4號、12號、10號。咁呢場我哋3重彩都會中埋嘅。咁好啦，記得咧幫到手嘅話咧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我哋繼續支持我哋咧冇廣告咁樣出片啦，多謝晒。好，咁我哋睇下今次6月24號跑馬地 A 跑道嘅賽事精選兩場 tips。第一場精選會係第4場4班1650米。咁我哋睇下步速會係如何先啦。呢場放頭嘅馬淨係得一匹嘅啫喎，贏月一匹應該係放開頭嘅馬啦。咁暴風雷咧就跑開長途，咁照計佢都應該會跟到前嘅。咁隨緣得勝都會係跟前啦。其他馬相對就比較慢腳嘅。呢場賽事我估個步速應該會比較慢嘅。好，咁我哋揀馬。第一隻要揀嘅馬係5號隨緣得勝。上次換咗潘頓咧，即刻打開勝利之門，大勝5個馬位翻嚟嘅。今次雖然加咗10分，但係繼續由潘頓騎，仲要抽埋個2檔，佢可以前置，估計佢應該可以贏多場嘅。第二隻要揀嘅馬係7號迎月，前仗贏過同程1650啦。咁呢場係唯一一隻嘅放頭馬，估計佢控制個步速啦，形勢相對係有利嘅。呢場佢賠率應該會有翻咁上下，唔會太熱嘅啫。要揀噶。第三隻要揀嘅馬係8號花開。咁隻馬今季贏馬嘅途程咧就係泥地1650嘅。咁今次首次轉過嚟跑谷草1650啦。隻馬咧神操見靚噶，4歲仔繼續有進步。咁跑草地未必係唔得噶。咁適應到跑馬地場地，佢有權殺晒噶。第四隻要揀嘅馬係4號本領非凡。最近兩仗跑谷草1650米，分別就輸俾迎月同埋呢個隨緣得勝啦。但係隻馬今季咧就好準成嘅，狀態長期都 keep 到嘅。配腳嘅話拖實佢啦。最後一隻要揀嘅馬係2號加州活力。隻馬其實今季咧已經贏過2次谷草1650米嘅賽事噶啦，都係4班嘅賽事嚟噶。今次減夠分，又可以喺翻4班跑，換翻幫佢贏過馬嘅布文，要 hold 實噶。好，咁我哋重複一次，第4場我哋要揀嘅馬係5號隨緣得勝、7號迎月、8號花開、4號本領非凡，同埋2號嘅加州活力。咁另一場嘅精選賽事會係第6場4班1200米嘅賽事。好，咁我哋睇下步速先啦。呢場嘅快馬就真係比較多啦，分別會係合金王啦，有前速仲有佐治傳奇啦，比特星應該都係會放頭跑嘅馬啦。排外檔少少嘅快樂神機又係有前速嘅，中環精英又係有前速嘅。哇！呢場都應該會比較多馬場，估計步速會快嘅。好啊，咁我哋揀馬。第一隻要揀嘅馬係1號太太精神。隻馬今季跑咗好多次3班賽事，淨係能夠上到名啦，就贏唔到。上場一落嚟4班跑，沿途搶晒口，入到直路又塞車，最後100米先至望空，咁都追到個第4，證明佢喺4班好明顯超班嘅呢隻。今季未交代嘅馬，呢場係時候交代噶啦。第二隻要揀嘅馬係4號佐治傳奇。今季跑5次賽事，全部入到前4名。10分準嘅馬嚟㗎啦，隻馬已經一早咗證明佢自己係有實力嘅馬嚟嘅，只要形勢配合到，
有權打開勝利之門㗎。第三隻要揀嘅馬係9號三強，隻馬晨操見佢咧好紮實，狀態應該操起晒㗎啦。隻馬好明顯咧就唔中意喺裏邊捐，中意外面冚人。今場有咁多塊馬，佢雖然排咗12檔，係咪都留到最後跑？同你最後跑一段直路 A 欄，形勢應該會好跑㗎。冷門一定要㗎。第四隻要揀嘅馬係6號快樂神區。上次跑沙田黏地咧，隻馬就唔係好適應嘅，咁敗績可以抹咗佢啦。今季跑過一次谷草1200米，即刻入咗 Q 㗎啦。同場嘅對手再出3班都有成績嘅，馬達再贏馬添啦。咁勇霸龍都係中堅分子啦，3班。今次佢跑4班，絕對唔可以睇少㗎。最後一隻要揀埋嘅馬係5號龍威心得。隻馬喺610場次啦，即係都係同啱快樂神區講嗰組啦。咁佢追過一段好勁嘅，跑翻個第4翻嚟。4歲自購馬啦，能力又未見盡。嗰場嘅績咧，好明顯就係強組績嚟嘅。咁佢跑到第4，隻馬應該唔會差得去邊嘅。呢隻馬會係冷門嚟㗎，拖住佢啦。好，我哋重複一次第6場要揀嘅馬，分別係1號太太精神、4號佐治傳奇、9號三強、6號快樂神區同埋5號嘅龍威心得。好，咁啊，今日係咁多啦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，繼續支持我哋啊！咁啊，喺度祝大家好運，波馬亨通啊！拜拜。